平安夜，坐这架飞机的乘客应该感觉真无平安。这是丽营航空啊上山飞平湖，但是伫咧跑道咧加速咧走时阵啊，都有乘客去闻到臭烟味。你看啊，这飞机内底啊，全拢烟雾啊，有人话讲啊，强要袂喘气啊。原来这是飞机空调系统歹去啊，才会呛烟雾。最后原机洗头停机坪检查修理，换另外一架飞机来载客咯。 机舱内有烟，也有人客紧张甲要求要落飞机。昨一台国内线的航班原定暗时6点15分为上山要飞到平湖，有人客登机后发现讲有淡薄仔热，班机开始行的时，冇人闻到怪味。冷气的关系，造成一些味道的散出。那目前情况已经解决。 机长放送，请大家放心。不过机舱内大家是愈来愈不安，安尼议论纷纷。其实我有闻到，就是有一点点的烟焦味，在我们现场感觉那个烟雾是真的非常大，它不是那种抽烟的那种小烟雾而已。当时有人话讲强要袂喘气，甚至有人讲拍开安全门逃生。这个时阵，机长放送讲要驶登去停机坪。 那后续已经延误到了7点40分，所以现场那时候有些人就躁动，延误这么多，会不会是有一个双方资讯不对等的情形？ 航空公司会室内表示讲，班机驶行的时，因为客舱冷气有问题，才会驶登去停机坪检查，并调派另外一台班机载运人客。验过呢，站的到平湖时已经前将近3点钟。同一天有一台班机本来要飞到洛杉矶，结果航班呢无正常转港大阪，有人客翕到窗外这个画面，看到有物件一直喷出来，伊讲这是什么情形？原来这是伫漏油。 飞机必须要透过卸油降低载重，来符合机身最大降落重量的限制，来避免机体结构受损。那部分小型飞机没有卸油装置，遇到的时候呢，只能选择盘旋消耗多余的油量，直到重量符合标准时候才能降落。 航空公司回应讲，班机航行中出现无正常的信号，转港关西机场去检修，已经派共机型的班机到大阪接人客。航空公司面对飞安，拢唔敢无要无紧，是讲若出现什么无正常的状况，拢会让人客心惊胆寒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